94年嘅第一條話，咁我哋將個 x 轉翻做 subject 先啦，part A 先啦嚇。咁咧就係 y 等於2x 加3，咁所以咧 y 減3等於2x，咁 x 咧就係 y 減3 over 2啦。好，搞掂。好，跟住去到 part boy 嘅 part boy 咧，抄個題目先啦，ax 加 2ay 加 bx 加 2by。咁咧我哋會前面抽個 A 出嚟啦，咁就括弧 x 加 2y 啦，後邊抽個 B 出嚟啦，括弧 x 加 2y 啦，跟住你發覺咧有 common factor 可以再抽出嚟嘅呢個 x 加 2y，再抽出嚟，咁就入後邊咧就係括弧 A 加 B 啦。好，咁就有搞掂啦呢個。好，跟住咧就去到 part C 嘅，咁 part C 咧開方75咧，開方75其實就係開方25乘開方3啦，咁即係5開方3啦。好，咁所以咧呢個其實就係等同於咧9開方3減5開方3，咁就係4開方三。好，咁 C 都搞掂啦，係啦，咁即係 A、B、C 都搞掂咗啦而家。好，得翻 part dot 啦，part dot 咧就要你計 mean mode median 嘅，OK，mean mode median。好，好去到 part dot 啦，咁個 mean 咧就係將所有數加埋除翻有幾多數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有11個數嘅。好，10加20加30加40加50加60加65加65加70加70就除翻咧，total 咧係有11個數嘅。咁呢度咧計到出嚟咧就係50幾個 mean。好，跟住 mode 咧就一眼睇到啦，個 mode 就係出現得最多次數嗰個 data，個 mode 就係65啦。好啦，咁啊最尾 median 啦，median 咧就係排中間嗰個。咁而家你11個人啊嘛，咁11個人咧。你如果斬咗前面5個，後邊5個，中間嗰個就係60，所以個 median 咧就係60。OK，咁就成條搞掂咗啦。